注意看，女孩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超级无敌大肉球，护士用卡尺帮她测量，结果直接被吓了一个大跳。关爱党，只见这个肉球足足有 99.99 公分，女孩害怕极了。Oh no, it's non-cancerous, so you'll be just fine. 护士安慰她，这只是一个小粉刺，做个小手术就好了。Quickly, and I'll be right back. It sounds just fine. 接着叫来一个老医生为她治疗。手术室里，老医生看见女孩的肉球说，情况非常糟糕，必须马上进行切除。女孩有些慌了，老医生立马安利她发明的机器，不打针，不吃药，切割一下就能好。女孩看到护士的暗示，直接拒绝。话还没说完，老医生直接来了一个偷塔，有钱都买不到的牛奶直接喷涌而出，呲了护士一脸，这摆明了就是报复护士。紧接着，老医生加大力度，直接给护士来了一个牛奶沐浴。但帮女孩挤完痘痘后，她对挤痘痘的欲望越来越大。为了测试自己刚刚发明的挤痘神器，她居然在助理的后背上培养起了一个大肉球。